宣调，着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伊就要高升恁。请问上帝，伊就要亲近你。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那么做三间的祈祷。平安的王耶稣，主必的主上帝，耶稣永在背，你是万能的王。平安的王耶稣，全能慈悲的阿爸父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上帝，感觉你用着你的荣耀来眷顾我，我会通专心伫你的面前来敬拜，就会得到蒙你的应允，也来事事稳定无阮，伫这个谦卑的人。今日调出阮来伫主你的小宝座前，通互阮遮这忠心的这个圣徒，所以恳求你来拯救阮，袂通脱离属灵的这个冷淡，以及意识的这个分散，互阮有安定的心思甲意念来敬拜你。最近根据中央社。华盛顿综合外电报道，驻美国代表萧美琴表示，台湾拄拄在密切的关注着俄罗斯甲乌克兰情势的发展，来破坏着稳定的这个国家，竟然是中国甲俄罗斯。萧美琴伊并且警告讲。中国甲苏联拄拄用着危险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合作。根据报道讲，比较俄罗斯入侵这个乌克兰的威胁，伫最近几个月来突然间的这个升温。那么中国对台湾的这个威胁的行为，嘛已经继续增强了数年久了。萧美琴指出。中国进行所谓的这个铺设的地带这个战，是要用来威胁、甲陷阱来取代真正这个侵略、甲冲突。中国继续不断透过多种的方式来恐吓台湾，包括差不多是每一天派军机来侵入台湾这个防空的识别区。ADIZ， 并且对台湾人发动这个网络的攻击，来释放这个假消息甲心理战，目的就是要为着要来削弱咱台湾人的自我防卫的这个决心，
嘅企图，要伫咱的社会内面来制造分裂，所以咱嘛要将藏伫咱台湾社会内面的这个亲共的分子，这种的内神通外鬼的这个全阿强的大腿的分子，将因一个一个给拖出来，来给因制裁。因为老蒋的捌讲过，汉贼是势不两立，这也是咱台湾人全国的责任。恳求上主来保护咱的国土，阻止一切恶势力，和国家的人民日日昌盛。恳求上帝赐福，和咱的国家的政府，甲一切受命负责的统治，甲服务的文武百官，赐予因有属天的智慧、仁慈、德行，来敬畏上帝，也来听百姓。嘛会通多无有好的这个政治理念，来收引予全国的百姓，也恳求你来赐福予每一个家庭，赐福予少年人、中年人、甲老年人，也帮助遐个弱势这个族群，因为伫这个末世的时阵，最后所祈祷要过来的这个事已经真近了，互阮有一粒敏感的心来做。敬献祈祷来守望的三座，那今日阮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以及实体聚会来敬拜俄罗斯，恳求主你来施落怜悯，互阮今仔日所有参加的这个礼拜的乡亲兄弟，做伙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人会通食做上帝要赐福的管道。但现在恳求主你，先来洁净罗卜的嘴，圣时也来感谢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阮有这个蒙恩的一个主日，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耶稣永在背，你是万能的哦。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犹太书第8章到16章。第8章，遐个空思梦想的人，嘛共款，互因的肉体犯罪，佮藐视上帝权威，亵渎天顶尊贵的。天使长米迦勒甲魔鬼为着摩西的心思伫争论的时，嘛毋敢用诽谤的话甲伊责备，敢若讲主着甲你责备。毋过，遮个人涉到因家己毋知的代志，佮甲无灵性的动物共款，去做本能了解的代志，结果互家己败坏。因有才华，因为因行该稳的路，佮为着钱财，陷落伫别人的错误，嘛甲可拉共款，因为背叛来灭亡。遮个人伫恁的爱餐食道中，顾食顾啉，无顾体面，因有恃家己。拢无惊半人，因仔亲像灭落半点雨的云，互风扫来扫去，佮若秋天无结果子的树，互人连根拢扣起来，时甲大哭哭。
伊嘛亲像海中的空影，吐出家己通见效的血，佮亲像离开几座的星，有乌乌暗暗，留在听候因到伫永远。阿宗的第7代孙伊诺，有言才会人讲，你看，上帝带千千万万的圣天使来，要审判所有的人，刑罚所有无敬虔的罪人，因为因用无敬虔的手段做一切无敬虔的代志，佮讲亵渎上帝的话。这个人不时拗拗念、埋怨、放纵私欲，讲夸口的话，为着家己的利益来忝伊人。这是上帝的话，既若读佮听遐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均乐。阿明。俄罗，我要来俄罗主，日时我要俄罗，暝时我要俄罗，暝日拢要俄罗主。阿免。日时我要俄罗，暝时我要俄罗，日日拢要俄罗主。日时我要俄罗，暝时我要俄罗，暝日拢要俄罗主。俄罗主，俄罗主，俄罗主，俄罗主。暝日拢要俄罗主。日时我要俄罗，暝时我要俄罗，暝日拢要俄罗主。日时我要俄罗，暝时我要俄罗，日日拢要俄罗主。日时我要俄罗，暝时我要俄罗，日日拢要俄罗主。日时我要俄罗，暝时我要俄罗，日日拢要俄罗主。俄罗主，俄罗主，俄罗主，俄罗主。日日拢要俄罗主。日时我要俄罗，暝时我要俄罗，日日拢要俄罗主。日时我要俄罗，暝时我要俄罗，日日拢要俄罗主。俄罗主，俄
这是我的乌罗，你是我的乌罗，我是拢要乌罗族。这是我的乌罗，你是我的乌罗，你是拢要乌罗族。乌罗族，乌罗族，乌罗族，乌罗族。你是拢要乌罗族。这是我的乌罗，你是我的乌罗，你是拢要乌罗族。这是我的乌罗，你是我的乌罗，你是拢要乌罗族。乌罗族，乌罗族，乌罗族，乌罗族。你是拢要乌罗族。这是我的乌罗，你是我的乌罗，你是拢要乌罗族。这是我的乌罗，你是我的乌罗，你是拢要乌罗族。乌罗族，乌罗族。你是拢要乌罗族。这是我的乌罗，你是我的乌罗，你是拢要乌罗族。这是我的乌罗，你是我的乌罗，你是拢要乌罗族。乌罗族，乌罗族，乌罗族，乌罗族。你是拢要乌罗。这是我的乌罗，你是我的乌罗，你是拢要乌罗族。这是我的乌罗，你是我的乌罗，你是拢要乌罗族。乌罗族，乌罗族，乌罗族，乌罗族。你是拢要乌罗族。这是我的乌罗，你是我的乌罗，你是拢要乌罗族。这是我的乌罗，你是我的乌罗，你是拢要乌罗族。乌罗族，乌罗族，乌罗族，乌罗族。你是拢要乌罗族。这是我的乌罗，你是我的乌罗，你是拢要乌罗族。这是我的乌罗，你是我的乌罗，你是拢要乌罗族。乌罗族，乌
罗珠，日是我要乌罗，明是我要乌罗，日都要乌罗珠。乌罗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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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拢要乌罗珠。我要乌罗，明是我要乌罗，日日拢要乌罗珠。日是我要乌罗，明是我要乌罗，日日拢要乌罗珠。乌罗珠，乌罗珠，乌罗珠，乌罗珠。日拢要乌罗珠。各位乡亲是大，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有一个宣教师，因为服侍的缘故。伊不得不爱骑着这个脚踏车，经过这个阿富汗的这个边界。那么迄条路常常有这个强盗埋伏伫迄个所在。总是迄日，这个宣教师竟然会当平平安安骑到这个目的地。后来伊伫一个监狱去拄着一个强盗，捌对伊讲话吼。这个强盗甲伊讲，伫迄日。当你骑脚踏车经过阮的地盘的时，阮差一点仔就甲你杀死呢。宣教师就问讲为什么你无将我杀呢？伊讲本来阮是会当的，总是迄天阮看到有真侪人骑脚踏车甲你围掉了，阮拍袂着。伊讲有偌侪人呢？这个强盗甲伊讲，差不多有15个人以上。其实迄一日就伊家己一个尔定。所以，其他真有可能就是天使陪伴伊去骑这个脚踏车来保护伊的。天使真正是真讲究这个实际。伫这个圣经的时代，这个天使是驾马车的天使。今仔日这个天使换作是骑脚踏车的天使嘛不得个。伊利亚食过天使所烘的这个饼，伊发觉。天使嘛真够煮食的，天使服侍嘛真水，总是有200多位天使无守因的这个本分，离开因的位置，因拢是天使长米迦勒的这个部下，因本来是负责去保护以色列的。遐个天使看见美貌的这个女子，不但无甲因保护。反倒过来引诱因，结果就生了这个混种的这个大汉人，是有这个超人开来的这个怪物，这个违反自然界的这个产物，就引起真可怕的代志。也就是上帝后悔做人伫地面上心中忧伤的一个真大的这个原因。那有200多位这个离开位置的这个天使，已经是无可能对这个世界来造成进一步这个破坏，因为上帝已经将应锁伫上深、上黑暗的这个地牢内面，直到审判日子来临，这拄拄是大水来临的这个原因，因为上帝已经是忍无可忍。圣经顶最悲哀的一节的这个圣经节，就是上帝后悔做了人，就亲像爸母你讲，我真毋茫当初就无生了这个囝，不如生一个鸡卵来煎荷包蛋嘛，较稳当食的。所以上帝讲，伊后悔来做了这个人。犹大书为什么要甲咱讲天使的代志呢？伊是咧讲连这个天使拢袂通免去上帝将来这个刑罚
所以咱永远着爱细致，爱小心。如果你认为讲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洗礼，我已经入教会啊，所以上帝绝对袂刑罚我的。毋过若是属于上帝的人有法觉，这人根本无倒撇上帝将来即个刑罚的，才会借着羊羔的血，被带出即个埃及，佮经过即个红海的百姓，因嘛认为因真安全呢。就是因有10摆发出即个怨言，上帝就10摆来刑罚因。这本小小的一卷即个犹大书，捌红称作是背道者的即个刑断，这点嘛无过分呢。犹大书的作者是犹大，犹大对即个天文真有趣味，伊发现到即个天顶有一粒星，当伊接近太阳的时，伊的即个尾发出即个伊的尾溜发出即个亮光，一闪就过去，就消失去。那即粒星倚近太阳，不过是暂时尔定，会真紧就会去远离即个太阳，就是使用到最优秀的即个望远镜，嘛看袂到。你袂通倚靠伊来做指引即个方向，你通倚靠即个星神的即个导航。总是呢，只有伫固定的这个轨道顶面的星神，才有这个导航的作用。所以伫这个犹大书13节所写的这个叫做流动的这个星，流动的星哈，就是今仔日这个彗星呐，这个彗星哈。所以有学者认为讲，犹大书这段圣经节真可能是圣经内面独描写这个彗星的这个圣经节尔定。犹大有言了，上帝对200多位犯罪这个天使，最后这个下场就是伫乌麻麻的这个幽暗，为着因永远存留着。接下来犹大将3个圣经中的人物给带出来，该问巴兰甲可拉。该问是因为这度就睇到家己的小弟，巴兰是一个先知，有人摕钱请来讲这个虚假的这个预言，伊见钱目睭就开，所以上帝用这个驴啊来考卷来阻碍伊。可拉是一个真有野心的人，毋肯顺探上帝所设立的这个领导的人物。圣经记载讲，摩西死伫这个尼泊山顶，到今仔日无人知影伊的坟墓伫倒落。是甚物人埋葬伊呢？答案就是讲，上帝差遣天使长米迦勒去埋葬摩西。天使长米迦勒接到命令，就要去处理这个摩西。一到遐，看到魔鬼徛伫摩西尸体边仔讲：“你袂通摸到这具尸体，这个是我的，因为伊捌杀过人，所以伊是我的，袂通埋葬。”撒旦就企图要来阻碍，就是米迦勒，伊知影分寸，无用这个诽谤的话来责备撒旦。伊知影这个审判毋是伊的代志，所以米迦勒干那讲主要责备你，主要责备你，这是米迦勒讲的。所以撒旦听了就离开，和这个米迦勒就和这个摩西来甲伊埋葬这个尸体。犹大的意思就是讲，连天使长米迦勒家己嘛无愿意去蹂躏这个撒旦呢。保罗写批予这个犹太人甲外邦混合，招庇有这个温顺的哥林多教会讲：恁敢毋知不义的人袂通有各种属灵承受上帝的国嘛？毋通欺骗家己，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乱动的、侵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酒醉的、赉命的、劣色的，拢袂通承受上帝国。若是对这类所
组成的教会，我请问恁敢有人要去？我相信无人要去啦。保罗先生讲，恁中间也有人早前是安尼的，总是如今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咱上帝的神，已经洗清去，正式称义了。哥林多前书6章第9节到11节，请注意。保罗先生讲，恁中间也有人早前是安尼生的。保罗伊无讲现在也阁是安尼的。保罗强调教会内面的人，简单话通早前是安尼生的，绝对袂通讲现在也阁是安尼生的。那么上帝对一个国家受气的这个掉头之一，就是当圣元泛滥，会伫伊将这个刹车器、这个不离器来提掉，随在人的放纵，爱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因超出上帝的这个界限咯。随在热性的这个情欲，就是查甫人搁较女性化，查某人搁较男性化，或者是男不男，女不女咯。这个代志拄拄是伫咱的面前发生，也早前捌发生伫这个索多玛甲蛾摩拉。咱对以诺的这个生平知影并无真多，敢若知影这个以诺，伊是一位伟大的这个行路者，伊伫世间透每一日拢甲上帝同行，甲上帝同行表示讲，伊甲上帝是行同一个方向，而且速度嘛同款的。以诺一生拢是甲上帝行同一个方向，伊伫保持甲上帝同款的行路的这个速度，伊紧紧着跟对上帝的身躯边，毋捌走伫上帝的面头前去，也毋捌落伍伫伊后壁面。到最后呢，这个以诺是直接行入去天堂的。那么这位以诺就是亚当的第7代的这个孙啊，是地面上第一位的这个先知，是第一位直接领受到上帝的话语并传讲的人。伊的预言是关系到上帝要伫这个审判无敬虔的世代，上帝袂互这个无敬虔的代志永远继续落去。上帝已将要将带着千千万万的这个天使来降临，伊要来审判全人类。上帝要来刑罚遐个无敬虔的人，伫这个无敬虔的生活中所做一切无敬虔的行为，以及所讲的这个无敬虔的话。那么，什么叫做无敬虔呢？无敬虔并不是讲无宗教观念，乃是有宗教，却是无有上帝存在，并不是讲无信上帝，乃是无有真正的这个认捌上帝，所以因无敬畏上帝，也无相信上帝会去刑罚这淫乱的人。犹太所讲的这个人，不但是伫谈论着讲因谈论着上帝，也谈论着主耶稣基督，也阁自称是家己拥有这个圣性的。犹太称讲这阵人叫做最迷茫的人啦，无实际做梦的人。你知影这个铁达尼号做处理航行的时，伊对英国要启程的时，这个船长这个新闻界发出这个讲话讲甚至连上帝嘛无法度互这台船来沉落去，这就是无敬虔的话。船长是基督徒，伊虽然是相信上帝，但是伊无相信上帝会通，还是嘛会做这款的代志。保罗伫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讲，当主耶稣甲伊的天使对天顶伫火焰中显现，就要来处理2种人。第一种就是无认捌上帝的人，第二种是无听叹福音的人。圣经内面无讲，伊要直接处理他人放火，还是讲偷摕，还是讲奸淫的等等，却是讲伊要来处理
无认捌上帝的人，以及无听见福音的人。世界上每一个人拢有过认捌上帝这个机会。保罗先生讲，上帝的代志已经清楚显明，咱以外的这个万物中间，也伫咱的良知内面，所以人无有什么款的借口，无要认捌上帝。所以每一个接触到这自然万物，佮有良知的人，嘛拢无借口讲我家己毋捌上帝。也佮有遐个已经听过福音，却无要顺探的人，你嘛无借口讲你毋捌上帝。所以这两种的人要受到这个刑罚的。那么当年遐个以色列百姓，要未到应允之地时，就上帝甲伊渡灭，倒伫这个旷野来死的，只有一个原因，毋是因坐咧啉食起来佚佗作乐的人，也是讲因是行为败坏，也毋是因为因去拜金牛啊，反正拜偶像的罪。上帝渡灭因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伫上帝为着因做遐尼多代志了后，因竟然无要愿意来信靠上帝。即群百姓坐咧遇到这个欠水、欠粮的这个危机，就无记咧上帝过去如何供应250万人，以及这个精神，有9个水通啉，有新鲜的玛纳通食，连续40年拢毋捌断站。有怜悯、有稳定的上帝，面对一群真够袂记咧代志的百姓，伊要如何来帮助你存敬畏的心呢？甲伊同行呢？伫这个诗篇103篇17节、18节，特别的诗安尼讲。总是耶和华的慈爱，规日敬畏伊的人，对古早到永远，伊的公义也是规日行行顺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纪念伊的训词来遵行的人。所以圣经有规定，一年有3个节期，头一个是搬过节，第二个是五旬节，第三是大了节，是犹太人着爱遵守的3个节期。这个3个节期拢是咧纪念上帝救赎因的这个历史，因必定爱记，咱会去纪念，纪念是救恩的一部分，也是灵命有活力的这个秘诀。所以只有纪念上帝救恩的救赎，毋通袂记哩伫这个争请之前，咱才会通继续甲上帝同行，就是一路一样直接行入去天堂。阿们。回应诗歌，万物的结局近啦。万物的结局近啦，所以咱着爱齐心自守，敬诚祈祷。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听，因为听话才甘，真多，因为听话才甘，真多。咱着爱互相款待，无法怨言。咱着照所伫的本事，彼此互善，做上帝吧。
近的事，彼此确实相听，因为听话才堪，真多，因为听话才堪，真多。咱着爱互相款待，无法怨言。大人着接受你的温顺，彼此好势，做兄弟吧。温顺的好关系，做兄弟吧。温顺的好关系。
吃堪，真多，因为听话吃堪，真多。咱着爱互相款待，无法怨言。大人着照所伫的温书彼此好势，做上帝吧。我温书的好关系，做上帝吧。我温书的好关系。万民结有君啊，所以咱着爱，其心自受，不变成彼途。最要紧的是，彼此学习三听，因为听话才堪，真多，因为听话才堪，真多。咱着爱互相款待，无法怨言。大人着照所伫的温书彼此好势，做上帝吧。我温书的好关系，做上帝吧。我温书的好关系。
话才堪，真多因为听话才堪，真多。咱着爱互相款待，无法怨言。大人着照所伫的温书彼此好势，做上陪伴。温书的好关系。最上的家，我温水好关系。听这粒同心三界的祈祷，真阿爸悲伤的阮感谢你。今日阮对圣经犹大书第8节甲第16节做来思想，毋通袂记你前车之鉴。对今仔日这个信息的中间，互阮知影，当年遐的以色列百姓袂到永远之地。就上帝甲伊拄灭，倒伫旷野的死亡的人，因只有一个原因，毋是因为因光禄罪恶、行为败坏，也毋是因为因拜金炉啊，犯了拜偶像的罪，拢毋是。上帝拄灭因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上帝为着因做了遐尼多的代志以后。因竟然无愿意要信靠上帝，即群的这个百姓，一个遇到欠水、欠粮的这个危机，就将袂记哩上帝过去如何的供应250万人，以及这个精神有9个水通人用，有新鲜的玛纳通食，连续40年拢毋捌断站的。我的阿爸悲伤的是有慈爱。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面对这群真后袂记哩代志的这个百姓，上帝要如何来帮助恁存着这个敬畏的心，来甲伊同行呢？伫这个诗篇103篇17、18节，特别的诗安尼讲，就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古早到永远。伊的公义也归伫子子孙孙，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纪念伊的训词来遵行的人。所以圣经内面有规定，一年有3个节期：搬过节、五旬节、甲大了啊节，是犹太人着爱遵守的这个3个节期。那么这3个节期，拢是咧纪念上帝救赎因的这个历史，因必定爱纪念，因为纪念就是救恩的一部分，也是灵命有活力的这个秘诀。就纪念上帝救赎，毋通袂记哩前车之鉴，咱才会通继续甲上帝同行，就像以诺一样。会通直接行入去天堂。啊，阮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来求。阿免。那这点，来上牧师要甲恁祝祷，愿天父上帝做甲怜悯，最后所祈祷恩典。圣人背书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
直到记罪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免。一个乡亲时代，也是姊妹，咱今日实体礼拜以及网络礼拜，伫即个所就要过一段路。咱嘛后回共一个时间，无论伫教会还是空中，三甲来见面。愿天父上帝赐福保护恁，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招万百姓做下事，甲因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恁着去招万百姓做下圣，甲因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宝贝好地欢喜的名看你。